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林经莲今仔日针对关建明、沈慧虹进行公益论文是草拟，去到新北地检署告这个人意图使人袂当选。沈慧虹回应讲，相关检举会当接受社会评论。另外，民众党的高虹安早起也针对外界对助理这期表示讲，这一切拢是合法的。 林经莲一大早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新竹地检署，针对伊的论文事件，各民进党相关人士，伊讲中华大学已经认定伊的论文符合规范，对此刷在过程中伤害伊的名声，影响到学校甲学生。对于不实、恶意，甚至意图使人不当选的抹黑攻击，我无法接受，更无法容忍。如果我不挺身而出， 只会姑息养奸，让台湾的选举风气继续沉沦。政治人物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是可以受到社会公平的尊重。但是我想剩倒数1个月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一场选举还是应该回到政见跟政策跟整个如何对城市的愿景的说明跟争取。 民众党高虹安第一早起开城市环境记者会，针对对手质疑伊的男朋友做人头，冠名公费助理，耍白白领钱，提出相关说明，讲一切拢合法。本人在立法院所聘用的助理，所有的一切都是合乎立法院的法规，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完全是合法合规的，相关费用也绝对没有所谓的诈领助理费或人头的事宜。 根据立法院组织法，每一个立委会当请8到14个公费助理，嘛无规定立委袂使用亲友担任助理。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